姐妹，大家晚安！非常欢迎每一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转为静音，也在荧光幕前观看直播的弟兄姐妹，邀请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甚至将你的电视机会影响你敬拜的音乐声音，将它关闭。恳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天晚上的聚会，一同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全能的父上帝，拯救我们生命的主，感谢你的恩典与带领，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圣殿，在教会里面领受生命的祝福。当我们要用诗歌赞美主的时候，愿主你充满圣灵，充满我们的心，让美好的声音，让愿意委身顺服的心开我们的口，让我们愿意颂赞那配得我们赞美的主。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保守我们，让每一个信靠他的人重新得以坚固，甚至刚强壮胆。求主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信心，在每一次我们来到你面前祷告的时候，让我们学习寻求主你的心意，照着神你所爱我们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活出神你所喜悦的样式。谢谢主，再一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从头到尾，神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的灵得以平静，让我们的心得以安稳，在你面前高歌颂赞主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邀请你一起起立，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来用这首诗歌，这是奇妙的恩典。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享受到神丰盛的恩典？若你有的话，你一起把生命的喜悦跟祝福能够分享出去。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这是奇妙的恩典。谁使这孤儿成为神儿女？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你真理公义，你掌管列国，在一切事上用明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白的爱，你竟会代替我，
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我们再一次从头一起来。谁亮出黑暗，罪恶的权势，谁爱你大能，远胜过一切，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谁雷声来震动这世界？谁令人赞叹他奇妙作为？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奇妙的恩典，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再次唱第二小节。谁把我温暖带回到秩序？谁是这孤儿？成为神儿女，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以真理公义，你掌管列国，在一切事上如明光照耀，荣耀的君王，万王之王耶稣。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宣扬你所做的一切。悲伤的羔羊，你配得；生不恨恶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生不恨恶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你配得；胜过坟墓的君王，你配得；被杀的羔羊，你配得，配得，配得。这是奇妙恩典，你不失败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我们恳求你继续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来为我们兴起更多愿意做工的儿女。主啊，我们愿意承担你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晓得你的奇妙的恩典是要救赎我们的生命，你的爱不失败，没有惶恐，在你的爱里面，我们是刚强壮胆的勇士。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因为你为我们舍了你的生命，
释放我们得以得自由。当我们再一次来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要再次立志宣扬主你的福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次赞美主，当我们每一次宣告，我们是真实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相信你要带给我们的是能力，是盼望，是信心，是喜乐。主啊，谢谢你，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恳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白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再次对主说，这是奇妙恩典，你不是白的爱，你竟会代替我，为我承担十架，舍下你的生命，释放我的自由。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耶稣，我宣扬你所做的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要再次宣告，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主，因为你在我们生命里面行了奇妙的计划，因为你奇妙的恩典，愿意舍得为我们摆上，我们更乐意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生命摆上，在你的教会，在你所给我们的禾场，愿你让我们兴起我们，拣选我们，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生命摆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在你公义的道路上。我们需要刚强壮胆，为主你去带领人，带领需要得救的灵魂来到主你的面前，将主你的福音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主你的爱。谢谢主，我们再次将我们今天晚上的聚会恭敬仰望，愿你的灵就与我们同在。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请坐，我们一起同心来做奉献。基督徒，我们一起用奉献的行动，为要能够回应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赐给我们、赏赐给我们丰富的恩典。当我们有能力可以奉献，代表着我们的生命是能够在这世上为主而活。所以，当我们拥有世上的产业，我们也应当在主的面前，用我们的奉献的行动来回应上帝。神也要祝福各位，让我们在不同的产业禾场里面，能够用你的金钱，用你的产业来荣耀上帝。所以邀请你能够将你想要奉献的金钱带到你就近的教会来祝福更多的教会，让更多的教会能够在神的事工，在事工上面能够得以有更充足的资源来回应上帝。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心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称谢，耶稣，你是如此爱我，
单单属于你。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财宝和金银能够献给你，唯有我的心，我唯一祷告，唯一的呼求，是你能悦纳我献上的全所有。愿我这一生成为你器皿，来完成你旨意。我们一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各位弟兄姐妹平安，非常高兴我们能够一起来关心大桥教会的大小事情。我们在明天主日礼拜我们要举行第5次的圣礼典，也邀请弟兄姐妹一起在谦卑悔改敬虔的态度与主同桌，一起来守这个圣餐。那我们一起领受与主和好，与人能够和睦的关系体验哈。那我们明天在会后11点到12点，我们小组正常聚会。那也邀请每一位新朋友弟兄姐妹能够踊跃参加。那我们在牧师的孩子在接下来这个礼拜原定因为要做这个手术相关的问诊，所以这个礼拜我们的华语礼拜跟礼拜3的门徒训练暂停1周。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叫做供应恩典的神。那你觉得我们认识的上帝，他是不是赏赐恩典的主？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但是我们不太晓得到底这个恩典有多少。甚至我们常常说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那什么是数算？什么是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当我们遇到困难，甚至遇到很多时候资源不足的时候，你应当如何去面对你所眼前的问题？那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好好去探讨的功课。因为很多基督徒，当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往往会因为这些困难而烦恼，甚至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我们想说那就祷告，那就怎么做，来询问一些方法。但是我们却忘记，其实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所以这个恩典，供应恩典的神，他到底怎么在供应我们？我们一起来认识看看，到底神如何在他的恩典当中在帮助我们。那有一位基督徒企业家，他曾经面对在公司濒临倒闭要倒闭的时候，甚至银行账户见底，那订单也非常的少，像现在这个通膨，或者是这个台湾很多工业其实都是这样。那在那个过程当中，这个企业家呢，一般来讲
换作是我们会怎么做？这个企业家他懂得选择向神祷告，并且他完全的信靠上帝。很奇妙，出乎意料的，一大笔的订单就会突然间就出现。这种故事我们好像时常听过，但是我不晓得你有没有经历过。如果你可能不像牧师我们在教会最常遇到了，比如说这个薪水发不出来了，或者是这个奉献好像很少，特别在当时候疫情期间特别严重，所以那一段时间我时常体会那种感受。教会没有人聚会，然后疫情期间那段时间教会怎么度过？而且刚好在大桥教会又是面临建堂的状况下，所以在那过程当中让我体会到我要如何去数算神的恩典，甚至我要如何知道这位供应恩典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他真的会顾我们吗？会保守我们吗？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这段圣经节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8到9节。这段圣经节以前，我要先跟大家分享，这段圣经节是讲到耶稣在他面对即将要进入受难，也就是他即将要进入死亡，钉死在十字架上，甚至要经历那个人生命当中的痛苦的过程，他在与他的门徒的对话。在那个背景当中，耶稣他知道他即将要离开世上，就如同我们正在面对不知道该如何走下去前面的道路的阶段。所以在那时候，门徒感到困惑，而觉得不安与恐惧，所以门徒就跑到他面前来问一些话，然后耶稣就开始用一些安慰的话对他们说话，告诉他们：你们14章的第1节一开始是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他这里耶稣就讲到一个他其实耶稣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他知道他的门徒遇到我刚刚讲的耶稣即将要受难，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也就是说，耶稣看出你们是信上帝的，但是你们也要信我，因为我就是跟神是怎么样一体的神。所以耶稣他明白的告诉我们，他跟父神我们所信的那一位天上的上帝是一样的。所以约翰福音第14章第8节到第9节，腓利就对耶稣说什么？他说：主啊，耶稣啊，将父显给我们看啊，我们就知足了。可见腓利他好像没有听清楚第1节我刚刚耶稣所讲的话。耶稣说什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怎么样？信我。可是腓利没有听进去，他说：主啊，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回答什么？他说：腓利，我们一起说：腓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们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虽然我们不是耶稣，可是我时常在想，一个基督徒真正领受耶稣的救恩，他是一个如何享受神恩典的基督徒，应该会怎么样？应该会像耶稣所讲的那，有人会问：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信耶稣有什么好处？难道你没有看到吗？我的生命不一样吗？难道你没有从我身上看到我跟父神是一致的吗？那一种心情。所以耶稣当他这么讲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的知道，耶稣基督不仅是上帝的儿子，而且他更是跟他的父神在地上同等得着荣耀。所以腓利他寻求看见神的时候，耶稣提醒他，他自己就是神的显现。可是腓利好像不认识，他说：耶稣啊，显给我们看，我们才可以知足哦。哇，我们知道耶稣他在世上，我们要了解门徒跟着耶稣在这世上，耶稣有没有行神迹？有没有？有没有行很多奇妙的事情？医病、赶鬼、解惑，有没有？还有什么？恢复，
恢复这个法利赛人很多这个文士跟人，甚至税吏跟人的关系，还有生命重生应该做的工作。所以耶稣在这世上，他显现了很多让门徒看，然后腓力却是希望能够看见真实的，还要看见更多。他不知道耶稣在他们的身边，实际上就是恩典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到耶稣提醒我们，他就是上帝的形象，而且他就是恩典的供应者。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学习像耶稣，你会看到更多恩典。学习看到耶稣，看到耶稣是看到耶稣的什么？看到耶稣的作为，学习耶稣的爱，学习耶稣怎么去服侍人，学习耶稣怎么付上代价与父神祷告。所以我们可以从学习耶稣的生命当中去看到，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充满许多的恩典。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段圣经节里面告诉我们几个重点：耶稣基督不仅是神的儿子，而且是父神在地上的彰显。第二个，他自己就是神的显现，而且当我们寻求恩典的时候，我们要明白，神的供应已经借着耶稣基督显明了。耶稣不仅是肉身显现了神的形象，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赶鬼、医病、解惑，对不对？所以我们要知道，在圣经里面，你要不要常读经啊？要不要？要常读圣经啊！如果你说你解决不了问题，我都说你有没有在读圣经啊？你去看那一些有很多问题的基督徒朋友，他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生活琐碎的一大堆问题，你只要问他一句话：你有没有在读经？你有没有在祷告？你有没有在寻求神的心意？你只要认真问他，他已经安安静静不敢回答，因为他知道自己没有做到，所以他知道自己的这些问题是因为他没有智慧。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腓力寻求看见神，但耶稣提醒我们，他就是上帝的化身，就是恩典的供应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生命里面，第一件事情，我们要了解，我们要如何知道供应恩典的神？我们要知道，神借着耶稣供应了我们生命的丰盛。什么意思？我们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说什么？我们一起念：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伤害、毁坏，但我来是要扬得生命，并且得的怎么样？丰盛的生命呢？所以你有没有丰盛的生命呢？你要去想哦，我有没有得着生命啊？我有没有得的更丰盛？如果没有的话，那我要告诉你哦，你的身边有很多事物，就像盗贼来要偷窃哦，把神给你的恩典，把你应当得的、你感受得到的，把它夺去了。电视、手机，很多让你，甚至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机车，即将要进入可以骑机车的阶段哦，会很向往。以前牧师也有过，但是我们要了解，很多我们所在世上所拥有的一切，就像盗贼来，他会偷窃，会把许多让你可以体会生命的平安、平静、安稳的生命夺取，会让你觉得很暴躁，会让你觉得很懊恼，甚至会让你感觉不平安。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来到世上，并非只为了给我们救恩而已，是要我们的生命要得的更丰盛。所以神救了我们，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只有这样而已吗？不是这样，我们还要得的更丰盛。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相信耶稣用他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丰盛，有没有真正得着那个丰盛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知道有一个生命的丰盛，不仅仅是属灵生命上的，还包含我们的日常生活、情感、健康、财务上的丰盛。所以我们要去想，神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或许金钱现在不是你最重视的，那你就好好去想，说我哪一个部分还比较不足，我恳求神给我富足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丰盛。这个比尔布莱特Bill Bright， 他是这个很重要学园传道会，也就是校园团契
我们现在所谓的校园团契里面这个学园传道会里面的创办人。那他深信上帝的恩典足以供应一切。他在创办这个机构的早期，他曾经面临到非常庞大的经济压力跟资金不足，但是他坚信神的恩典绝对会供应给他，所以他怎么做？他透过祷告，他透过信靠神。所以跟你旁边看他一下，可能比较远，你就说你要信靠神，你还要向主祷告，就这么简单。信靠神，向主祷告，你有没有做？如果你没有做，那你就很难得着。好，这是真实的。你不做，你绝对得不着；你做了，我相信神会帮助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比尔布莱特他后来透过祷告、信靠，他见证上帝一步一步的供应资金，让他的事工得以顺利进行。所以呢，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的信心，对主的信心，不单单只是你意念上的知道而已，你必须要亲身去经历生命的丰富，生活当中人与人之间的丰富。你怎么关系的建立？你怎么去得着看见神的恩典？是需要透过祷告跟信靠得来的。所以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还必须要知道，我们要知道供应恩典的神。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供应。什么叫无条件？你刚刚想说，牧师，你刚不是讲说要祷告吗？要信靠吗？无条件的，那意思说我不用信靠，也不用祷告就可以，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是这样的吗？其实他讲的不是这样的意思哈。我们看马太福音第6章26节到27节，耶稣他特别提醒我们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们，何况你们？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这段圣经节他讲到一个重要的观念，他说：神对我们的爱超越一切，他知道我们的每个人的需要，并且会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供应我们。所以有些时候你认为你有需要，但不代表是最需要的。你可能认为你需要机车，但不见得是真的需要机车。你可能需要一个手机，但不见得真的是需要手机。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在我们生命当中真正最需要的时候，我觉得上帝绝对会补足给你。待会我做一个见证，是真实那么的真实哈。好，那这段圣经节也告诉我们，无论我们是什么样何等的软弱，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并且供应我们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那曾经有一个英国宣教士，我们非常熟悉，在中国的一个传教士戴德生。那他出生在1832年，英国。他本身也是一个传教士。他在1854年来到中国，他开始长达51年的传教生活。他深信上帝会供应他在传教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切。好，跟 Bill Bright 一样。而且他不依赖任何人类的给他的资源哦，很特别的一个传教士。他在中国内地，他在教会里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工作，他就是他对上帝的供应是完全的信任了。所以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啊？好，那个钟南，当时候你想要学什么做什么，我不晓得你的心有没有那种期待。有没有？你有没有渴望？会不会？你在还没有，你会想要得到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会不会有期待？会不会？那你知道上帝会供应给你吗？这种概念不太容易哦。好，当我们知道教会需要什么时候，你会想到说神会供应吗？有些时候人不会，人大部分想说都没有奉献，又没有钱，想的都是眼前所看的。没有，可是神告诉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戴德生一样，他一生的旅程当中，他跟他的同工前往在这个内地，就是中国城市的路上，他面对缺乏资金没有的时候，他透过祷告，他一样是透过祷告，然后上帝就帮助了他。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了解到戴德生他的生命的故事里面，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
信仰如何走在神的道路上，能够一帆风顺，唯有透过祷告跟信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我们要了解，刚刚我们了解第二个重点是什么？神的恩典是无条件的供应，唯有无条件供应，你才有办法完全信靠嘛，对不对？可是好像基督徒不太可能完全相信这个。好，我请问各位哈，如果你不工作，神也会无条件的供应给你吗？会不会？这个意思是说你不用特别去工作，是这样吗？我刚讲戴德森、Bill Bright， 他们都在做什么事工？他们都在为主做工。我们在这世上的工作、课业，是不是为主做工？是啊，你的生命是上帝赏赐的。那你的生命要不要回应神，好好的活？至少好好不，你说你不认识神，你不为主活，你也要好好为你自己活下来吧？要不要？那你要不要努力？要啊。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真的要鼓励许多还没有工作的社会青年，真的要努力，不要懒惰在家里，那是不合神心意的。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无条件会供应我们，是要让我们是在神的信心，相信神会供应。但是我们要努力，就像戴德森跟 Bill Bright 一样，他们是做传教的工作。就算我们在做的工作里面，我们也要认真去为主而活。因为如果你没有认真，人家会不会因为看到你就说我也要跟你去教会？不会啦，人家会说：哎呦，那个基督徒怎么好像都很懒惰啊，都不做工的，哎，都不会管理自己，那种生命怎么可以做神的见证？没有办法。你说你得着救恩，我也不相信。真正的救恩是他的生命会看清楚，知道神给他的恩典够他用，所以他会更努力把握住现在，好好的去找工作，好好的去面对他前面的道路。所以各位弟兄姐妹，第三个，恩典的供应者是呼召我们完全信靠神。完全信靠神，你会知道你的生命要怎么样，要好好的为主而活。圣经里面箴言3章5到7节说什么？我们一起来读。来，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其实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很重要，人生命要面对世上要走的路怎么走。第一个，你要不要专心？专心仰赖，仰赖神之后要怎么样？有一个生命行动哦。你不要倚靠自己的聪明啊！你只要一倚靠自己的聪明，你就不会是专心仰赖神。你说你专心仰赖神，可是你依然顾我，我还是照着我的方法做，你不要骗我了，你根本就不专心仰赖耶和华。所以当你专心仰赖耶和华，你必须要有一个行为，叫做不倚靠自己的聪明。一个不倚靠自己聪明的人，你会从他的生命当中看出他的谦卑，看出他的顺服，看出他这个人，他会有更宽广的心，怎么样在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认定他。最后，上帝才会怎么样？中然最后那句话，他必怎么样？最后那句话，他必怎么样？指引你的路。所以你要上帝指引你的路，你之前要做这么多事情哦，专心，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的事情上认定他，不容易哦，非常难。但是我们要不要学习？值得学习。我举一个例子，好，我举一个例子啊。这段圣经节告诉我们的计划和努力虽然重要，但是最终的供应是来自于上帝。所以很多时候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哦。所以当我们全心信靠他，他会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知道这个是谁？贾伯斯是非常重要苹果手机、苹果系统相关的一个很重要人物。贾伯斯他有一个创新的思维和对产品的执着。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你不能只在生活中找到答案，必须要对生命的每个经历保持开放。”为什么？我不是要
我不要引述说贾博士他是一个基督徒，他不是，但是他有这样的思维在面对他的生命。其实这个过程就如同跟我们刚刚所看的箴言的教导是相呼应的，在提醒我们人啊，要相信上帝的指引，而不是单靠自己的什么聪明才智。一个单靠自己的聪明才智，他只会怎么样？他只会想说在生活当中得到经验，得到自己的想要的能力。可是他对很多外在的事物、外在的人所说的话，一概都不想听，所以他活在自己的世界跟框架里面。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求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唯有让神来指引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才会走在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了解到神会不会供应我们恩典，他实际上供应我们非常多的恩典跟祝福。所以当你亲身去经验神给你的生命的恩典的时候，你会更乐意去分享。这个礼拜昨天我的父亲告诉我，他说你不要时常在讲台上讲你的孩子有多好。我心里想说奇怪，我好像很少在讲我孩子有多好，我只有在叙述我的孩子的故事。这个礼拜我的孩子他是10月10号国庆宝宝老3那先前他每次去这个早餐店的时候他总是早餐店的老板的妈妈，她很爱我们的孩子，每次看到我们的孩子来买早餐，他们总会很热情的告诉他，我今天有一个印章在帮你盖一个。所以我的孩子每次吃早餐的时候都很有礼貌，都会说婆婆早安。这个是我们教导他们的。所以他们这种热情、这种礼貌，让这个婆婆她自称为婆婆的人，她就会很高兴的帮她盖个印章。上个礼拜也是这个早餐店老板的她的妈妈生日，她是找我10月前3天，所以我的孩子他们就在家里说：“爸爸，我要写卡片送给那一个婆婆。”我就说哪一个婆婆啊？他就说早餐店的婆婆啊。我说哇，是哦，这么热情，这么有爱心哦。然后他就还准备小礼物给婆婆。结果他准备完了送给她之后呢，在10月10号的时候，我们家准备想说，最近经济比较拮据，有时候花在4个孩子的身上花费比较多。我就跟牧师长讲说，我们蛋糕要买吗？他们都得到很多礼物我觉得不需要蛋糕啦。反正蛋糕对我也过敏了。我们要教导孩子如何节制节约。结果就在10月10号的时候，这个婆婆就送了一个蛋糕，特别给我的孩子。我就说你们去买蛋糕而是我的孩子回到家很高兴说，不是，是婆婆送给我的。哇，在那当中我心里面想说，主，你的恩典真的够我们用。牧师要讲的不是说我期待别人送给我什么东西，我也不是在说我的孩子有多好。我要说的是，当我们用生命去体验什么叫做恩典，什么叫做应该做的，神自然会在你需要的时候怎么样补足给你。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从来没有想象过有人送蛋糕是送这么大，而且是外人。你知道早上我去吃早餐的时候，我遇到那个他妈妈，我就跟他讲说，哇，你真有福气我嘛真有福气，我们也非常有福气。他就说没啦，恁囝真正让我做欢喜的。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恁孙你孙子会不会计较啊？他说不会啦。他们就笑，我们就很开心，就像一家人一样。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神的恩典不单单是要让我们懂得会去分享。当你去分享在生活当中与人接触的机会的时候，神也会透过别人不认识主的人怎么样来祝福我们的生命。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体会神供应的恩典，是要让我们的生命不单单是去付上代价的分享出去而已。你要记得，当你付上代价分享出去的生命，神也会在你需要的事情上面怎么样
补足给你。愿主赐福我们，祝福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享受神丰盛的恩典。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赏赐给我们丰盛的恩典，是让我们的生命不仅得着平安，也让我们在丰盛的恩典的赏赐中，去经历神你丰盛的作为。你爱我们，你希望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口能够说出赞美，甚至恩典祝福人的话语上面。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里面学习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依然能够学习用主的爱来分享在我们身边需要主你爱的朋友，让他们体会从我们身上也能够得着主你满满的恩典与祝福。谢谢主，愿你引导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不足软弱的生命当中，也能够同样得着神补足的生命。谢谢主，再一次将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六的晚上6点半，我们同一时间一起来领受上帝丰盛的恩典。愿你平安。